收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是为期3天的艋舺青山祭，因活动中噪音、塞车等问题，甚至连夜放鞭炮、烟火，引发民众不满。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于8日在青山宫召开检讨会，表示这回的乱象原因是因为参加的人数太多，也强调预防比事后处理重要，将针对未来公庙活动订定相关规范。所以我就讲咱王建那个我们到底这一次有遇到哪些问题？我就请蔡副市长跟大家来开一个检讨会，把问题解决。我们当然是希望明年来的人更多，但是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卖我们规定那个 close 那个鞭炮，你知道吗？你要说是谁放的，除非有照相有什么位置呢？我倒觉得这样的预防比事后的处理重要的。这一次就是参加的人数太多了，这个我也知道但是这样。我们还是说人数多不要紧，但是我们要有效的管理嘛。所以我就讲咱王建那个我们到底这一次有遇到哪些问题？我就请蔡副市长跟大家来开一个检讨会，把问题解决。我们当然是希望明年来的人更多但是是大家可以接受的。我们规定那个 close 我也跟那个环保局讲，以后我们会。因为人家大甲妈祖绕境也有经验嘛，我那个游行队伍后面就开始收垃圾。按给个前提我倒觉得这个是这样的，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承认我们有改进的地方但它改进的后这是外太多。我们刚刚才办完嘛现在是明年嘛我们要长的时间来准备嘛我觉得这样的在这个宗教的风俗文化跟居民生活当中，我们取一个平衡的但是讲办还是要办的活动要办的热闹但是不要太去干扰别人那就好了。但是我们这个还是蛮家地区上重要的文化嘛，这也不是说我们还是要尊重他嘛。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你希望是由庙方这边的自治来。会我们还是会定规则因为事实上我们那个本来你知道我们一般的那个规则就是放到晚上10点10点就以后不能放鞭炮了但是我们跨年也是到12点嘛，所以这个就大家事先要讲好这个规则是这样。如果例外的话，那是特殊事件那也要经过一个地区大家有讨论过但是这样也不能说到早上5、6点，这次是真的是到早上5点在9点7点才入庙嘛，这个就真的是拖太久了。这样不好意思，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次这么快的出来跟大家说这个检讨的方案，是不是有感受到民意这边有很大的？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快速反应的政府嘛。然后我倒觉得这样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嘛。我没有说我们假装没看到，它就是问题嘛，一个居民潮嘛。你看脸书你也知道这个抱怨的人很多嘛，我也觉得它是个问题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检讨，还是要改进嘛，就这样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我对市长来讲，还是要谢谢，不管是公庙啦、警察啦、清洁队，这大家也是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嘛我们还是要谢谢他们。涉及立委集体受贿案的国民党立委陈超明，上周五以500万元交保。8日，他现身立法院首度公开受访，被问及羁押长达4个月的感想，陈超明坦言很煎熬。他强调自己没有收贿赂，也思考着下一步参选苗栗县长的可能性。未来这个县长人也会有去争取的机会。我这种重于承诺，我家人也怕我重于承诺，都会把别人的困难当作事情，所以说尽量劝我不要参与县长的选举。但是这一次经过这个事件，我会去思考一些问题。4个月在台北看守，这是个煎熬，这是一个忍耐，这是个痛苦的时候，想的很多，有时候想到不敢想。那我是看了笔录，我才晓得一些内容。那人家出来都叫我少讲话，但是从所有的笔录里面，已经显示有这样的现象。那我不是参与者，我也不了解情况。我再强调一次，笔录里面有显示这样的现象，我不能再讲多，因为我不是里面的。不然在最艰困的地区，我选举，我多永远是民众百姓。像我这次出去，排了一整列，
电话不晓得多少，每一个地方都要邀请我过去，他们都晓得我是冤屈现害，几十年的政治生涯看你长大，你一个立委是准备选市长、县长的人选，谁敢乱去做坏事？现在社会你稍微一出手，人家话一传出去，你就死掉了呢。所以委员未来这个县长人，也会有去争取的机会。你问这个问题啊，会苗栗县会非常的震动，那我也晓得我实力在哪里。其实我的机会非常的大，每一次都是我是主要人选。我这人比较不受拘束，所以我选择做民意代表。我这人重于承诺。我家人也怕我重于承诺，都会把别人的困难当作自己，所以说尽量不要劝我不要参与县长的选举。但是这一次经过这个事件，我会去思考一些问题，因为当立法委员看起来没有用。刚刚宣布参选下一届苗栗县长。没有，我是你们问了，我仍然在思考之中。即使每一次我都算起来可以算是第一名的候选人。但是他们准备久了，大家也好，我就不勉强去争。我在思考，地方走一走，问问就晓得。我是在思考，到这个年龄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人生是要奋力一搏，还是主要是好好把事情做完这样子而已。所以感触良多了。立法院长游锡堃8日针对学校卫生法修正草案召集朝野协商，国民党团总召林维洲质疑经济委员会审查莱猪行政命令时未先充分讨论，趁着休息时间表决，认为程序有瑕疵，主张会议无效。朝野立委争论不休，国民党团要民进党团道歉，而立委郑丽文更对着民进党团干部扔咖啡。眼见情况失控，游锡堃只能宣布会议休息。27个附带决议。刚开始就要说全部送院会来做协商，我们说就还没有讨论为什么要直接送现在才9点多而已，昨天的情况是如此。所以院长，既然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民众都希望要清楚，我们只要求一个提案要说明要讨论，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立法院有说9点开会，10点16分以前要结束，有这个规定吗？是院长你规定的吗？要不然本席要请问，到底大家在急什么？所有的委员5个委员会联席，5个委员会联席，其他的委员有的在自己的委员会立即下来，为什么不能发言？所以我希望院长你来做一个公投背，民众希望要了解的，为什么行政部门由主席也邀请他们立在我们的委员会，也不给他们发言？我们要发言，我们希望听到官员的说法到底是什么？民主政治应该是如此嘛？怎么可以剥夺其他政党人家的发言权呢？为什么可以剥夺？为什么可以剥夺？为什么可以剥夺？程序发言你也发言，你们就知道的程序发言。是你们要表。程序发言不说话了。好。无脸道歉。好。程序发言道歉。请大家理性，不要激动。休息10分钟，大家休息。休息10分钟哦，大家可以上。休息一下，休息。你们根本就后面。程序发言是我们要讲话。程序发言是因为我们要讲话，好不好？程序发言是因为我们要发言。
是我们要讲话，好不好？程序发言是因为我们要讲话，好不好？剥夺我们在野党的发言权，你什么意思啊？不要脸呐！剥夺我们在野党的发言权，残区发言为什么不处理？10点就结束算什么？处理。残区发言有没有？民众党立委蔡壁如10日参与 Now News 今日新闻所举办的修宪论坛，他受访表示，希望朝野能放下歧见，大家好好就有共识的地方完成修宪。蔡壁如也说到，看到很多年轻人出席修宪论坛，他希望更多年轻人一起加入修宪的讨论。我觉得今天看到很多的年轻人都到现场来，表示说他们对公共事务的一个热忱，或者是要参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总统他讲到，他这是他的连任第2任，他也期待社会给他勇敢一点，可以做一些事情。那我想修宪在这个会期里头，这是一个朝野的高度的共识。那比如说18岁的公民权，那要废考监，再来就是要下降那个门槛。修宪的门槛人数的部分，那这个同时也是我们台湾民众党的主张。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公民提议的一个议题。那我也期待总统居然说出他已经是连任了，他比较没有那个选举的压力。那我也期待他很勇敢的来在立法院这边呢，能够让朝野呢。可以有高度的共识之下，我们对修宪要能够做出一些的成绩。那台湾民众呢，对这一次的这个会期的修宪，我们在上个会期其实我们就一进立法院我们就提出来，那也跟尤院长的参叙里头，我们也率先向他提出要成立一个修宪委员会。那这个修宪委员会也在这个会期成立了。所以我们期待在这个高度的共识之下呢，对这个18岁的公民权这件事情，民众党大概有38个提案相关的提案，那也已经开始走了哈。那我们期待能够很顺利的去把它走完成。那这个很难得的一次的朝野的共识哈，我们不希望就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议题，然后再扰乱这个修宪的一个完成，因为我据我所知道，在第8次的修宪里头，因为有一些不同政党的一些其他的声音，致使我们18岁的公民权这个很高度的一个共识都没有通过哈。那当然修宪有它其他的一些高门槛，那也有其他的议题要去讨论哦。比如说我们希望这一次只讨论这种很高度的一个共识的议题，18岁公民权、非考监，再来就是下降这些投票的门槛这件事情。那至于其他的，比如说总统或者是行政院长的这些双首长制的一个职权不清的这个部分，或者是一些或是联立制或并立制的这些选制的一些部分，我想这些有争议的，希望这一次的朝野能够放下歧见，然后大家共同的好好的就有共识的地方来做，把它完成。对，我们民众党也定期在跟年轻人做论坛哦，希望他们能够去了解，就18岁的一个公民权的一些他们的权益到底在哪里。我觉得今天看到很多的年轻人都到现场来，表示说他们对公共事务的一个热忱，或者是要参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而且我也乐观其成，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加入这样子一个修宪的一个讨论。三凤制作继《想见你》后，再推出台湾首部末日爱情影集《无神之地不下雨》。8日举行卡司发布记者会，主演曾之乔、傅孟博、严玉玲首次公开亮相。许久没接台剧的郑元畅及金钟视后柯佳燕都将友情客串，而这也是曾之乔为人妻后首部戏剧作品。一起来看现场画面。然后我已经觉得《想见你》剧本很复杂了。然后拿到无神之地不下雨的时候，我跟你一样啊，我看不懂。我到现在就是我已经在拍摄 ING 了，还是有一些一直在找人讨论，我们也是一直在讨论。每次导演跟我跟佳妍讲完戏之后，我们就很认真嘛，说 OK， 所以我等下走位讲台词什么，然后导演一走，我们就会对演说。听得懂吗？卡司正式公开，《无神之地不下雨》，2021必看。他们已经拍摄很久了，状态非常好，主导众神撤离人间的任务啊！懂了，因为末日快到了，众神不在。好，右前方1点钟方向。
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戏耶，可以这样比较吗？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戏啦，它整个世界观，它在故事里面，我觉得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格局是更大的。然后我已经觉得《想见你》剧本很复杂了，然后拿到无声之地不下雨的时候，我跟你一样啊，我看不懂，我到现在就是我已经在拍摄 ING 了，还是有一些一直在找人讨论，我们也是一直在讨论。每次导演跟我跟嘉妍讲完戏之后，我们就很认真嘛，说 OK， 所以我等下走位讲台词什么，然后导演一走，我们就会对着说。听得懂吗？他们就说，跟他们说没有。其实我导演一走就说，跟乔乔说，其实我刚刚听不懂，但没关系，我们就演吧。反正我们情绪有到位就好，就是剪接出来，我们就知道这段是怎么回事。他的角色也很特别，所以他会愿意演，我也是觉得，就是对，没想到小凤也是要来演这个角色。因为当初其实真的就是跟你一样，我是看了故事，我也是。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爱这样的奇幻类的题材，然后其实，在台湾其实很少见这样的剧种，然后又是寿司写的，对，然后又有悬疑，然后我又喜欢那个时间轴跳来跳去的那种烧脑，对，所以那时候觉得来找我演这个角色，又刚好又没有爱情线，就是我的角色就是跳出爱情框架，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蛮新鲜的尝试。最近受尽折磨的戏。就淋雨啊，对啊，就是很多次。受尽折磨应该是宣传吧？现在什么都不能讲，对，不能讲，真的是。应该现在是最受尽折磨的时候。对，最受尽折磨就是拍这2个半月都不能公开。对。然后大家说你到底在忙什么？真的，每天都一直忙。对，终于今天可以讲了。而且其实老实说，你跟你的朋友说你在拍什么戏，其实他们也不一定听得懂。对。就说你拍了一个跟阿美族泛灵有关的那个神话什么。啊，到时候看播出你就知道了啦。其实你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你的朋友说。对。由佑胜、林予晞、Janet、黄尚和所主演的《戒指流浪记》8日举办记者会，而 Janet 挺着7个月大的肚子现身，透露目前已胖了13公斤，一切状况都还好。不过日前工作时有短暂的宫缩现象，当场痛到捧肚，吓坏旁人。来，我们看中间 ，OK， 中间剩下都 OK 吗？右边。最久的，然后开始吵的架是最久的。我们就开玩笑说，我说 COVID 就是这个 coronavirus 不是害我们离婚，就是害我们有第2个宝宝。哦，我开始宫缩了。这可能是对，我那天有一点吓到，就是我比较急，我在走路，然后刚好是要去总统府那边，因为我在帮忙那个英文就是双语国家的部分，然后就比较冲，然后我就在很多那叫什么，就是就是保护总统的人前面，我就在那边，就是有一点点因为有一点早了，因为2个半月，我还有2个半月，所以那一天，然后你会感觉到大家有一点点紧张，然后我就没事。然后就慢慢的就走进去，所以只有这几个状况而已。对，那你们看得出来是男生还是女生吗？我都会问。生下来之后再确定。对。我觉得你是男生很尖呢。那你读什么？我上一胎是80%男生，然后这一胎我觉得51女生，因为我期待是女生，所以但是我看不出来。可以让医生不要保护。对。我们说不要。所以婚姻也有它婚姻的阶段，那刚好可能今年是真的蛮特别的一年，除了世界的状况之外，我们自己到现在还是居无定所啊。对，他还是跟着我这样走。那在这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自己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吧，所以就是很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再用我们希望的方式走下去。所以昨天生日才会有点意外的弄成那样子。但是我确实戒指这件事我就非常担心，我说我不想上演《戒指流浪记》，所以拜托那个我就请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不能放身上，因为他是惊喜，就是雷妈完全不知道，我就放你身上，我说你不能弄掉，
你不能弄掉，我不想演，我不想要开玩笑的。对，所以当天就还好没有掉。想要离开，你为什么要进来？就很像厕所一样，就是里面的很想出去，外面的很想进来。厕所形容婚姻，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蛮好。以前是围城，现在就是厕所。婚姻这件事哦，不是婚姻关系这件事，就是不是那个纸，也不是就是我们有签我们是夫妻，我们有讲我们是夫妻，而是这2个人怎么相处。我觉得这个是关键了。所以我比较喜欢用 partner 去讲这个事。好，那 partner 是不是厕所？近年都留在台湾发展的徐若瑄，时隔7年再度接触日本剧组，出演电影《信用诈欺师 JP 公主篇》中的跋扈千金。该片日前举办首映会，她笑说：“本来以为片中讲日文居多，没想到角色却是个新加坡富豪女，多以英文为主。”第一，我先生是不可以接受圣诞节在新加坡的人，他觉得圣诞节不应该是夏天，一定要是冷的地方，就算没下雪也要是热的冷的地方。其实应该是我从影以来最夸张、最夸大的一个角色，就是在表演方式上面最夸张，然后也是最狠的一个角色。因为那时候拿到剧本是一个喜剧，然后知道要演一个很狠的女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挑战很大，非常好玩。那比较困难的是，他整片因为英文的台词很多，因为我本来以为只是要讲日文，但是英文的台词多过日文，所以对我来讲，用英文台词演戏比日文还难，因为我没有过那个经验。我以前住在东京的时候有拍过电视剧嘛，所以那个本家之嫁的时候，我有用日文演过戏，但是用英文好像是第一次，所以这个过程还蛮压力的。讨论本来因为台湾是美语嘛，所以我要讲的是美国腔，但是我先生就说，我就建议你讲英国腔，因为英国腔就是你的贵族本很命，很命这样子。他觉得那个贵族式的骄傲，他觉得会更适合那个角色。所以他整个就很入戏了，因为他还带莲花指，就是他在教我英文的时候是带情绪、带莲花指的，所以他自己很满意他教我的英文。但还是很感谢我的老公，对，莲花指，他很入戏，他不只教我台词，他是都演起来了。你说他很期待，所以他今天会。他又来了。他今天还在隔离，他今天还不能看。对。他只是又来了，但是他在隔离中。第一，我先生是不可以接受圣诞节在新加坡的人，他觉得圣诞节不应该是夏天，一定要是冷的地方，就算没下雪也要是热的冷的地方。小朋友也一起过圣诞节。会啊，就是小朋友一起过。在台湾。对，所以女儿也来了。都来了，所以女儿现在在隔离中。在隔离中。的一些互动，因为听说他好像是黑色饼干粉丝。我也是看后来，对，他说他跟那个内村光良很好啊，他跟乌酱很好，就是我们黑色饼干的队，那个赖宝敌人口袋饼干的内村很好，对，那。对啊，我后来发现说，他好像年纪比我小很多，因为他好像说他小学的时候在看黑色饼干什么的。对啊，但我没有被他影响，我还是戏里面还是要继续对他很狠。有没有？所以他有没有试一下跟你告白之类的？因为喜欢黑色饼干。有讲这个事情，我们有聊到黑色饼干。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周再会。